偌济？我甲你讲哦，我真正有一点仔抢劫老板，因为迄个人根本就唔知影讲这张专辑的重要，所以伊是100块都袂用我。哦。伊的价值咧？N 千，即马是 N 千。无价之宝，你知无？什么你问价值？丽英姐，你家己有吗？你家己我无，而且后壁更有相片哦。无。后壁更有来看一下，30年前的丽英姐啊，甲即摆30年后的丽英姐啊，淡淡。差不多啦，迄当阵较碰皮尔啦。无变啦，无变啦，地用的呀。你谈因两个中是无介偌欢喜吼。欢喜袂出来。所以这是恁迄时阵恁做伙管的唱片，对。你个会记得安怎唱无？30年。逍遥甲自在，慢慢啊就会来。逍遥甲自在，慢慢啊就会来。逍遥甲自在。对，你安尼唱，敢若有印象，敢若有印象。